好，咁啊 CGC 嘅5.0啊，咁今日翻咗嚟啦，咁就事不宜遲啦。咁都係有啲客唔係好想公開嘅，咁我就唔公開噶啦。我都係盡人事啦。咁啊，第一張哈利簡尼啊嘅 Topps Now 金10先啦，先拔頭籌。跟住一張，肯尼基亞應該係你嘅喎，偉哥。又係 Topps 嘅嘢喎，9.5啊，跟住啦啦隊啊，10分，爭少少啦，所以就我都唔知邊個，都係啦啦隊啊，10分啊，呢個係邊個 ？Anna 係啊 ，Anna，然後哇呢張正啊，係咪？我呢個我唔識噶，所以。金10啊，恭喜晒！我都唔知邊個草啦啦隊啦。咁啊，純 couple 啊呢個，佢反而係 auto 啊 ，auto 唔得啊，反而係個 auto 甩色啊。係啦，爭少少。哇！呢張都幾靚啊，笑笑雙10，就係爭少少啦。張卡應該俾佢扣咗少少分，跟住都係啲啦啦隊 Nina 好多字水，咁啊9.5啊 ，auto 10。哇！呢張呢個係邊個嚟㗎？哇！真係唔識檸檬。咁啊，卡有10分，咁啊，我套得9分啫。然後都係啦啦隊啦。哇，因為個簽都幾差下，應該支筆嘅問題嚟嘅。呢張就都係啦，應該俾佢卡俾佢扣咗少少分。咁啊，因為呢啲都係薄卡嘅紙卡，可能有啲位係扣咗分，佢覺得。咁啊孖9，然後呢位師兄啊開心啦，人魚啊公主海星金10啊，跟住女帝金10，然後 Energy 啊金 N 布歐10分，仲有一張 Mega 英文版嘅噴火龍10分，古代蜻蜓10分，爭少少啊！呢啲美版怪爭少少9分啦。黃蜂個 Rookie 啊，今年都係爭少少，咁都係紙卡嘅問題，因為啲角應該係死啲角嘅，有機會係。咁呢張都係啦。哇係，嗰啲舊卡，哇呢張爭少，呢張可惜啦。噴火龍啊，金色噴火龍，爭啲啲。跟住 Mega 嘅噴火龍9分，奇樹嘅海燕啊9分，呢張就係蒼響啊10分，竟然呢張10分，金10啊，摔角鷹人嘅 Mega 金10，然後一張奇異花嘅金10，好，跟住睇咗啲9分先啦。卡卡嘅 Fusion 9分，哇！呢張你做乜俾我？正咯，好啊9分，比較超9分。呢個冇睇到啊！呢啲陪歌啊，CGC 呢啲。睇住冇咗上嘅意思。
Griffin 9分，你真係睇清楚喎，因為隨時斷，隨時斷片 GG 嘅喎。跟住 Bambi 嘅 Eyes 啊，限125，跟住呢個 Leafly 啊9.5，我嗰擺嗰邊呢啲，因為我鏡影到，唔係呢啲。跟住 Copperfect 嘅 Base 9.5，呢張 Griffin 啦，按卡簽9.5。哇！呢個邊個㗎？呢張9.5孫仔，咁啊紙卡咯，應該都係睇呢張嚟。Jackie 嘅呢張應該係 RX 9分。呢個小光10分，美版嘅一張 Pokemon 10分。莉莉艾的決心10分。然後火衣貝9分啦。哇！呢張爭少少啦，9分。小丑霸記呢張貴嘅。跟住25週年嘅水箭龜9分。跟住中文版嘅噴火龍 Mega 10分。呢張美版嘅小俠同埋呢個傻鴨啊10分。美版嘅噴火龍10分。美版嘅貓貓怪同老大10分。然後日版嘅 SR 噴火龍 Mega 10分。X 噴10分。日版嘅草衣貝10分。阿塞羅拉10分。然後哇，邊個中呢張？已經冇印象啦。LOL 啊呢張，係咪？跟住美版嘅花無鳥10分。Mega X 噴10分。比加超嘅太精啊10分。Laura Cornell 按卡，其實雙10嘅，我爭少少啦。Grand Hill 嘅雙10啊，都係爭少少。其實好多都雙10係爭少少嘅。咁啊 ，Impeccable 嘅 Dark Silver 10分。Facel 咁啊9同10啦。LeBron 嘅 Kobe 燈 Blue Wave 9分，爭少少呢啲全部都。Terra Hero 雙10啊，然後一隻白龍嘅 EX 10分。Buzelli 嘅雙10啊，跟住 Luca 嘅 Obsidian Eyes 啊，限30。又跟住又到咗啲比加超、培哥嘅比加超，呢啲全部都係價衣裳啊。跟住 Griffin 嘅按卡啦，咁啊卡竟然有10，但係 auto 得8，不過8好正常嘅。咁樣係佢支筆好差，都幾差下。哦，呢張嘢啊，我自己嘅艾比安金10。係啊。呢張肯嚟嘅，我記得10分金10，係啊。我好記得佢爆出嚟，因為嗰日飛利金飛利10分。Jackie 呢張有10啊，呢張係 Black， 竟然呢張金10，但係張 RX 冇啊。跟住一張盧卡利歐嘅 Mega 10分，然後黑龍嘅 EX 10分，
好就係、是、咁多啦。咁啊 CGC 都繼續出緊團啊，今日出咗一團。咁啊要 Grey 卡嘅就盡快攞過嚟啦。咁啊就係咁多，轉頭見，拜拜。